第一章大資盡早嘅雙面世子。黃店嘅11月，秋天已經好深，空氣入面夾雜住一股清冷嘅寒氣，連唞啖氣都覺得消失。紅顏謀嘅開機儀式現場，紅毯兩邊逼滿咗舉燈牌嘅粉絲，尖叫聲大到差啲掀翻成個攝影棚頂。不過喺呢片喧鬧中心，查明歪卻覺得自己好似一座孤島咁。佢住住一身銀白色鎧甲戲服，頭戴複雜嘅靈羽冠，手拎住支重根嘅道具長槍，隨意咁住喺地下。作為圈中公認嘅實力派影后，查明歪向來以嚴謹、敬業見稱。為咗呢套 S 級古裝大劇，佢推咗2套荷里活電影，甚至提早3個月入組練馬術同武術。佢唔單止係做戲，係攞條命去演繹每一個角色。歪姐，飲啖熱茶啦。助理小唐遞過嚟一個保溫杯，但眼神有啲閃縮。查明歪接過茶杯，敏銳咁察覺到現場氣氛有啲唔對路。原本圍住佢影嘅傳媒鏡頭，而家大半都移晒去入口嗰邊。嚟啦！唔知邊個細細聲講咗句，人群自動分開一條路，幾個住黑色西裝嘅保鏢開路，跟住一個高大嘅身影行咗入嚟。赤家偉，赤氏集團嘅二公子，娛樂圈人盡皆知嘅大資盡早專業戶。雖然靠住嗰張被上帝親吻過嘅臉，被嗰粒標誌性嘅痣，同埋嗰對永遠含笑嘅桃花眼，喺網上有過千萬 fans， 但在行內人眼中，佢只係個識得燒銀紙嘅花瓶。佢今日住得好悠閒，一件深灰色羊絨大褸，入面襯件黑色高領毛衣，領口微微敞開，露出鎖骨嗰度若隱若現嘅黑色紋身。